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学校游泳课暂停实施，但是市政府嘛是继续安排相关水域安全的课程。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宣导记者会，并透过建立台南水域安全网，提醒市民朋友在咧热天咧耍水的时阵，会当加强预防倒水的意识。市民朋友们都既喜欢亲水，但是又要注重水域安全。那过去也有很好的成果，那要非常非常谢谢大家的努力。那今年度时序慢慢开始，夏天现在梅雨季节，梅雨过后就是一连串的高温，所以大家都想要亲水，想要去水边走一走，尤其疫情的影响，但在家里面闷坏了，都会想要去开阔的空间，像海边、像湖边、像河边，这些开阔的空间，舒展一下身心筋骨。所以说特别的拜托，我们可以跟家人、跟朋友、跟学校、跟同学，现在也快要放暑假了，现在赶快不讲就已经放暑假了。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时候，能够注重水域安全。那有些水域安全需要注意的，尤其是防止溺水、防溺，既要防疫也要防溺。要防疫戴口罩，出去户外，当然也许有些场域比较开阔的口罩可以拔下来，但是要注重防溺。那防溺的部分，刚刚复兴国小的同学已经跟我们介绍很清楚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健康、快乐、安全的暑假，健康、快乐又安全的水域活动。因应热天倒水的高峰期，为着要提悬水域的防护概念，呼吁民众爱叫识救溺舞步、叫深抛滑，搁有防倒水的杂招，嘛提醒学生搁有民众，若要耍水的时阵，爱选择合格搁有安全有防护员的所在，才会当耍了欢喜搁安全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